啲運動員一路咧就練習落去，咁一路咧就係將呢個傳統咧就 keep 落嚟。長啲長跑風氣咧就係其實由呢個課程嗰度咧引申而出嚟，每個學生都要完成咧25圈，咁你完成25圈之後咧佢就畢業啦咁樣。咁25圈大概有幾多咧？我哋學校嚟講有7公里。由於呢個咁樣嘅課程嘅話咧，咁我哋好多嘅活動啊，就由呢一樣嘢引申出嚟啦。例如有晨跑啊、長跑啊咁樣，咁都係一個發揮嘅機會。咁都讓學生透過呢一啲咁樣嘅唔同嘅機會咧，去鍛鍊自己嘅心智啦。我係歐文傑，我係張振興伉儷書院長跑隊嘅其中一個隊員。越野跑最重要啊！我認為係應該係鬥志咯，因為練習每一次大家都係練習，大家都係咁辛苦咁去練。但係當去到比賽嘅時候，就要靠大家嘅鬥志去捱呢一段路，去完成呢個比賽，為自己爭取呢個榮耀咯。我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越野隊嘅隊員，我叫許文樂。跑 cross country 其實我覺得技術同埋能力都唔係太重要，最重要係個鬥心。你有個鬥心去訓練，有鬥心去拼，咁樣個比賽其實成績一定會好好咯。我叫黎浩達，我讀緊張振興伉儷書院，我係張振興長跑隊成員之一。我認為越野跑最重要嘅係體力上面嘅分配，因為越野跑咧同短跑唔同，越野跑比短跑長好多，所以喺越野跑嘅時候，體力上嘅分配咧係好重要嘅。今年我希望可以用一個放鬆啲嘅心態去迎接呢個最後嘅挑戰。我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嘅越野賽隊隊員朱寶華。長跑呢樣運動最重要嘅就係有一個一定要跑好成績嘅決心啦。好多時長跑嘅比賽途中會有唔同嘅因素影響自己，可能會想放棄啊，想減慢速度。長跑呢樣運動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嘅決心，去一路支持自己踏出每一步。我係張振興伉儷書院長跑隊隊員李迪朗。今年我係方式啦，咁係最後一年參加呢個學界比賽。咁我好期待呢個比賽啦，因為係我希望為我中學生涯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我覺得喺呢個學界嘅比賽入邊，最大嘅幾間對手都係拔萃啊、喇沙呢啲名校。我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長跑隊嘅隊員，我叫做黃建俊。每一位長跑隊嘅隊員都有佢哋自己嘅壓力，尤其是係我哋呢一班即將畢業嘅同學。如果我哋落嘅決心或者落嘅汗水啊等等努力訓練全部唔足夠嘅時候咧，喺比賽成績係會反映到出嚟嘅。我覺得我哋長跑隊最勁嘅都係我哋個隊長羅啟維。隊長係最勁嘅，最勁咧梗係我隊長啦，羅啟維。我係張振興伉儷書院長跑隊隊長羅啟維。我係張振興長跑隊隊長啦，咁我心情就又開心又緊張嘅。帶住一班師弟啦，或者我哋同 grade 嘅隊友咧，咁可以即係互相勉勵啦，咁樣去成為一隊隊伍去出去比賽啦。我就即係覺得始終一個學界越野賽咧係即係靠團隊咁多即係我哋團隊8個人入邊咧，大家都要同心合力咧，咁先有一個好好嘅成績。所以我覺得個個人都應該係咁重要。我係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嘅蘇文浩，係今年長天嘅越野賽隊隊長。梗係有啲壓力㗎啦。開頭係我哋長跑隊其實都唔係咁團結嘅，不過喺今年好多次比賽之後咧，長跑隊越嚟越團結啦，令到我好有信心，令到今年嘅越野賽可以有更好嘅成績比舊年。學界比賽其實為我嚟講咧，就係一段真係唔可以刪除嘅回憶，因為學界俾到我好多嘢，包括失敗同埋試過成功，
所以令到我更加可以有更多嘅經驗去面對人生唔同嘅挑戰。喺舊年嚟講咧，我哋張振興抗藝書院咧喺男子甲組方面咧，我哋係全場嘅第3名，而全場總成績方面咧，我係排第5嘅。4年嚟咧，咁我哋長沙灣天主教中學咧喺學界啊，同埋喺啲公開比賽咧都有啲唔錯嘅成績嘅。咁喺舊年嘅學界越野賽嗰度咧，我哋學校嘅 A grade 咧都攞到第4名嘅。咁就啱啱僅次於拔萃、喇沙同埋 West Island School 後面嘅。OK 嗱，呢份禮物咧，阿 Sir 收到嘅，其實係啦。咁咧，但我想更加收一份大嘅禮物咧，就係喺嚟緊星期1咧，你可以跑好啲，搏盡一啲，真係可以咧威俾人睇。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最大嘅禮物啦。今日就係 D1 學界越野賽大日子啊！我哋 A grade 咧就會喺呢一度圍圈跑3個圈嘅。全長6.6公里左右。咁我哋希望我哋學校可以發揮水準咧，跑到我哋爭取一個團體頭4名嘅。今日嘅天氣其實有啲熱嘅，同埋濕。不過我哋希望可以跑翻我哋想要嘅水平。1、2、3，張振興，上天！嘿，做嘛Division 1嘅學界越野跑一向咧都係喺一個高爾夫球場度舉行㗎，唔係跑石屎地。喺香港咧真係好難得㗎。睇翻男子 A grade 嘅比賽，一共咧就有110名嘅同學參加。哇！一起步啊，拔萃嘅袁浩然啊已經帶出啦，真係超細班啊！至於長天同埋張振興嘅2位隊長咧，一直都係守住前列，有望爭取前10名㗎。而佢哋嘅隊友咧，大多都係排中游位置。哇！話咁快見到啦，拔萃嘅袁浩然咧衝線啦，佢幾乎啊就係由頭帶到落尾嘅，以23分21秒得第1，咁比第2名啊快咗接近1分鐘嘅。長天嘅隊長咧蘇文浩咧最後係得第7 25分11秒，成功咧就殺入前10嘅，可以得到1面獎牌。張振興嘅隊長羅啟維咧就比較可惜啦，僅得第11名嘅啫，差少少先可以上到頒獎台。咁女子 A grade 方面咧就比男子跑少1個圈，冠軍咧就由女拔萃嘅陳以琪奪得，時間就係18分57秒。女拔咧亦都同時包辦 A、B、C 3個 grade 嘅冠軍啊，總冠軍當然非佢哋莫屬啦。男子組嘅總成績冠軍就係藍拔萃，張振興就得第5，長天就得第6。其實好開心啦。咁往年我哋都只係得個overall 第3啦。咁今年攞翻上第1咧，就要全靠我哋每個隊友咧，好努力咁樣去練跑啦。喺暑假至到去比賽之前，都每一刻我哋都冇鬆懈過啦。好，我哋跑完呢一個學界越野賽咧，咁我哋甲組咧都有一位同學咧，謝朗軒就攞到呢個人嘅第8名。咁團體方面我哋都有第4名嘅。咁我自己就有第11名啦。咁我覺得咧自己就都滿意自己嘅表現㗎啦。但係始終都係差名就有獎，所以有少少唔抵咯。我哋今年 A grade 係攞到團體第3嘅，係合乎預期嘅。甚至係比預期中理想啦。而我喺最後一年嘅 A grade 越野賽攞到頭10啊，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因為咁多年學界始終俾咗我好多唔同嘅回憶啦，有贏過，有輸過，有喊過，亦都有笑過。喺呢個時候覺得好開心同埋無憾。10年後我希望自己有家庭咯，可能有個好好家庭。跟住我始終係好熱愛運動，所以我都會 keep 住做運動嘅。我希望喺10年後可以翻嚟長天，同我嘅師弟一齊去跑步，一齊去越野賽，去令長天嘅成績更加好，更加進步。我想問下我10年後自己咧，
我個身形會係點樣咯，因為我始終咧好想咧第時咧個身形都 keep 住唔會走樣咯。我會問自己喺呢10年嚟有冇珍惜每一日嘅時光，有冇達到自己一啲嘅理想、一啲目標，有冇令自己後悔？轉頭翻嚟有澳門大賽車，嗱撞車係少不免啦，不過7項冠軍都逐一產生。